有关要设这个投开票所，高雄市的副市长陈香文进前有来反映，讲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场地是真歹招。中选会主委李进勇甲呛讲，招袂到，就来招中央所属的学校甲机关，讲若阁招袂到，头就剁互你。即卖有校长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讲无方便来出招学校。李进勇是再一次来话话，讲1823个投开票所的目标未改变，嘛无排除向民间来征召场地，甚至嘛会当来大补棚。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到公布栏搭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公告，投票日期伫6月初6、5月22开始15天的罢免活动。会举办公办的电视罢免说明会。另外，在今天的公告里面，还包括了提议人所提出的罢免的理由书，以及被罢免人所提出的答辩书。这是原本预定设立1823个投开票所，即马只有招到1313个，只有72%。曾经有就专讲，中央机关若是无同意出招，我头剁落来。李进勇讲，目标未改变，使命必达，1823目标不变。也不排除在可使用的空间搭帐篷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投开票所的使用。伊嘛向高雄市各区公所甲选委会发声，高雄市选委会必须要接受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监督，这就是对同僚的爱心了。你唔好讲你乌节空洞，站在旁边看到跳下去，那是不好的。投票当天，市民必须要配合挂喙罨、量体温、保持社交距离。但是居家隔离、居家检疫者袂使投票。若是选民出现着发烧，也是会使挂手套，伫专用区投票。防疫工作要做到无漏洞。